请问爱办理物件？我们是学校单位，想爱申请场地。请问爱租哪个场地？我们想租音乐厅。也是申请表，请勾选爱使用的场地、时间、日期，还要纳保证金。缴好咧，就係保證金。同登記好咧，也是那個手續。另外，我們個場地租借，唔單止是在線上辦理，還是在線上納錢。下一擺都唔是做假日耶。出差很方便哦，落得遠。看拍頭前嘅影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常用嘅詞彙。大家要記得聽聽音哦。學校、學校。場地、場地。時間、時間。日期、日期。保證金、保證金。線上、線上。接下來我們來學這些常用到的句型。請問要租哪個場地？請問要租哪個場地？請問要租哪個場地？請問要租要租哪個哪個場地場地請問要租哪個場地？請問要租哪個場地？請問要租哪個場地？請勾選要使用嘅場地、時間、日期，還要納保證金。請勾選要使用嘅場地、時間、日期，還要納保證金。請勾選您要使用的場地、時間、日期，還要繳保證金。請勾選，請勾選。要使用嘅，您要使用的場地、時間、日期、日期。還要納繳保證金，保證金。請勾選要使用嘅場地、時間、日期，還要納保證金。請勾選要使用嘅場地、時間、日期，還要納保證金。請勾選您要使用的場地、時間、日期，還要繳保證金。